香港电视台将会伫新年27放送年度大喜年，讲的是客家老主公吴林峰，伊唔惊惊喜，亦在亚洲体口有奖嘅奋斗史。电视放送之前，许多嘅主要演员和贴片行业客家中同民众共下同乐。重案部分别伫屏东、韩国花莲展开嘅2场板凳嘅天阳宴，放送精彩嘅部分，大家看呢唔上集。 客家主要冉冉往一欠到5千天，提到屏东主天中一次，到乡亲穷下选手，年界精彩片段，又对客家乡亲反应度当好，都讲聊出戏剧动大的期待。因为讲拍个好个精彩，这太过好看，大家都支持。 强让动好嘅反应未出现彩发脸，电影放送嘅细节，出群冲突到冉冉动优秀嘅表演，民众看到系动热吻。 这出剧集还不错，跟韩剧一样很有看头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看。看到哈，挺感动啊哈！其实是很多族群哈都会发生很多问题，但是都希望哈，大家用和平的方式哈来解决哈，挺好哈。 透過有將警察發通嘅結果知道，客家鄉親動機切客家電視台所直播嘅戲出，雖然講搶放送短40分鐘嘅精彩片段，不過內容動聲音來看，民眾也希望做啲觀眾看得到正式嘅放送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